敲除的时间点开始跟结束的时间目前都还不知道。那我的部队已经完成整备了，完成检整了，随时都可以待命支援，没有问题。才看到新闻的，你有看到就对了。对，有。啊，会不会怕？当然会怕啊，怎么不会怕？吓死了。对啊，对，尤其你在做吃的哈。而且我们还想说，而且我们亲朋好友刚刚都打电话说，恐怕我们要在家先休息一下，不能出门，先尽量不要往外走。对啊，我们自己都要自己，就是大家互相对，不要让我们万一不小心真的是不行这样。那现在知道他们有来过这边，你们后续会有什么因应的措施？没有，可能该休息我们就会休息。可能这样子啊。对啊，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，你自己有问题又传染给别人干嘛？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辩风下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辩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